我们最高潮的歌唱完了哦，接下来都很安静了哦。我刚刚在外面站1个小时听那个西游，后来真的太累，我垫脚尖站好辛苦哦，我就坐那个手扶梯就慢慢上去，大概剩那上去大概10秒钟，听完了就赶快坐手扶梯下来，好辛苦哦，为了要听西游乐团。不是、啊，有没有看到我？对啊，我刚才本来跟你挥手，结果你在闭眼睛，还在用头发。我的头发怎么样？我妹妹剪的哎，为什么一定要给我妹妹剪？觉得东区那么多很厉害的美发厅，为什么一定要给我妹妹剪？因为要创造部落产业啊。所以我妹妹帮我剪的。真的有点像花轮，像吗？给他们说像 Q 我有 Q 哎，好看吗？我不知道哎，反正我今天要上来表演，我妹妹说带这个发型来这边，搞不好会造成旋风。不要我妹妹讲的啦，听听就好。然后我跟我妹妹，我们都来台北工作好一阵子。但其实对自己的家乡都没有忘记。知道丰年祭吗？去过举手看。
哇，你们都没去过，买不起火车票吗？火车台北到台东800块，现在有听说泰鲁格号用标的到花莲4个半小时，但是只有到花莲而已，到台东还要再加2个小时，这样多少？6个小时半。我们那边没有火车站，所以到台东还要再坐公车，转公车加走路，大概1个小时。对啊，比去日本还要远，对不对？没有，所以你到台东就会有一种出国的心情。放心好了，我那边人除了会讲母语，还会讲国语。最近有国际化的趋势，慢慢会有人会讲 How are you？ 所以不用担心，去那边语言不通，都通哦。国语不是很好而已，听得懂一点点口语就可以了。好，然后当然我常常鼓励我们出去外面工作的部落的年轻人，有机会都回去。虽然在外面工作很辛苦，但是能回去之后尽量回去。然后我常讲，我都当兵奉献2年给我的国家了，为什么不奉献2年给我的部落，给我的族群？啊，我都缴税那么多了，缴多税耶！我想说，缴那么多税给国家，为什么不能缴一点点钱，奉献一点点钱给我的部落，甚至我的族群，对不对？所以在场如果有原住民的朋友，请用服兵役的心情看待自己的族群。当然，我们现在跟上时代的脚步，我们开始招收募兵制。如果你不是原住民的朋友，你可以加入原住民的行列。国军只有3种可以选择：海陆空、原住民、石狮族。你看你喜欢哪一组？你可以填写志愿，报考但第一志愿一定要写阿美族哦，好不好？很怪，刚刚有卑南族的，有吗？卑南族第2志愿啊，考不上阿美族再去考卑南族，很怪耶。我要不行，要得罪很多族群，没有，让族群融合，好不好？你们自己。你们最想要的是阿美族，不用。好了，然后唱这首歌也是鼓励我，一样跟我在外地工作的年轻人，有空都回家看看自己的家。这首歌路在哪里？献给各位。Kasih warai kami nu remanu ni aromami halapinku matayai awaku nikalah keji ilaku baba sifana aku kacibi anakku itu aku lalai sabu Itu aku lalai Nanai aku papa sifana Oh haya huaya Hauaya Hauaya Oh hauaya Haya Hauaya Itu aku lalai Sabu kalah denganku
完。